文博会在那边吗？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会通搁一届来透过网络来组织要来查考罗马书，恳求主你的圣神赏赐阮智慧开启阮会当来了解。主你要互阮透过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也会当明白福音的真正的意义。阮将永远的时间组织来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咱伫前摆讲到第1节到15节吼，咱头前即个部分吼，16节到18节咱还袂讲吼。18节我先讲啦吼，18节小可会当放伫头前这第1节到18节，嘛会当伫18节放伫后壁，一直到第32节的这个部分吼。无要紧，咱就安尼一节一节来看啦吼。好16节开始，保罗咧讲到福音，也讲到伊的呼召即句话其实是足深啦吼，特别是伫咱咧讲伊咧传福音的中间。伊咧表达讲，伊是外邦的使徒，这是伊咧讲，我无掠做福音做见笑吼，我不以福音为耻吼。这个部分，互咱通好来知影，就是讲，保罗把这个传福音这个代志看作第一重要第一重要。特别咱知影，伊咧面对的是希腊甲罗马。即种的文化的中间因有足侪的思辨，因有足侪迄个哲学上的即个辩论，也因有足侪的神明咧敬拜，嘛因有足侪家己的想法，比如讲，因感觉讲哪有迄个人会去为着赏赐互世间人救恩去死的，所以因有。基本上对伫这国外的代志，伊嘛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保罗伫遮就足清楚咧表达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伫这个部分所以第16节开始的时，咱就看到保罗伊真清楚咧讲到福音的重要性啦福音的重要性伊伫这个所在就是要来表达伊家己的呼召啦所以。到底福音是虾米货为什么讲保罗伊要宣告伊讲伊无掠福音做见笑所以咱需要去清楚几项代志第一就是讲福音的内容到底是虾米货个罗马书的对象嘛是咱必须爱先思考的第一就是福音的内容是虾米货，当然是咱咧讲的十字架的救恩啦但是保罗捌讲过有诶无信的人掠做十字架是愚妄的但是伊嘛清楚讲，对信的人来讲，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咱讲称做基督福音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十字架的受难，然后死搁活的一个足大的恩典啦所以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个尔定，无有别个人这个前礼拜去到伫树林教会在分享的中间，看到因的周报牧师特别写了一篇咧，讲到迄个东方闪电的代志东方闪电最近伫台湾特别愈来愈活愈来愈活动性搁较强搁较有侵略性安尼因为像咱教会，我迄工去讲道是伫下骹就坐一个牧师有甲我讲，迄个就是东方闪电啦你知影东方闪电上大的问题就是讲，
因主张基督已经再临，而且伊所谓的基督是女性，就是因的教主啦，就是因的教主。啊，这甲保罗咧讲的福音的内容是相违背，对基督信仰来讲，福音来源只有耶稣是基督，无阁有别个拯救。因为伫圣经彼得嘛安尼讲，伫旧约嘛安尼讲，无有想事别个拯救，只有弥赛亚，只有耶稣基督的即个救恩，所以即个是咱爱真正即个真注意的即个部分。啊，即个嘛是咱伫即个所在爱去足清楚，用安尼来做判断的标准，一个物件，所以福音的内容就已经真清楚是即个物件，好，第二个角度就是讲，咱知影罗马书的读者，也是讲受迫的人到底是甚物人？伫迄个历史的背景的中间，咱知影犹太人基本上迄个时间真侪会被赶逐出去罗马城以外，大部分是外邦的基督徒伫迄个内底，外邦的基督徒伫迄个内底。所以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就好若亲像伊所讲的，伊要请做迄个外邦的使徒，有真济抑阁毋捌听过福音的人，好，伊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伊讲十字架的救恩对外邦人来讲是一个愚妄的，简单来讲就是讲，当因感觉讲，阮的文明上好啊，阮希腊啦。即个哲学的思考啦，比任何人较悬啦，恁遮无算啥物，用安尼的思考，咱若准要来用一个旧约的对比来讲，就会当用乃畚的态度，前无偌久牧师伫讲道中间用乃畚咧讲，乃畚伊当迄个先知叫伊去洗伫约旦河洗7摆时，安怎讲？伊讲阮国家的河敢无比恁的较好吗？阮的水敢无比恁较好？迄种的统治者真骄傲的态度，因就感觉讲恁这是毋是个这叫做邪说啦，因大概是用即种的态度，所以因感觉讲恁这是毋是个救恩是愚妄的，无影无食无这，从哲学思想来去想，是无可能的代志，大概就是安尼的角度啦，所以咱特别咧讲到基督教的教义十字架的救恩，伊感觉这是一个滚耍笑啦，佫有一个背景的原因，就是讲，伫当初时罗马统治的时代，十字架是诚做政治犯或者是强盗来执行死刑的器具，所以哪有可能钉伫十字架的人会诚做上帝的救恩，所以因就感觉讲足无可能啦，就来理性的思考，因无愿意接受讲种死人会搁活这样代志啦。连咱咧讲的讲犹太人的中间撒都该人，因就无相信搁活，所以对罗马的外邦人来讲，死人搁活真正是咧滚耍笑，无可能的代志，理性的思考会阻碍人去愿意相信上帝的救恩啦，是安怎咧讲？我伫即个即个过去咧牧会中间，无论是伫台湾也好，也是伫洛杉矶长老教会咧牧会也好，我拢拄着迄个学科学的人，比如讲学药学的博士啦，有学太空的博士，伊对信仰拢着爱先对理性思考，然后甲你辩论。你若有法度说服伊，伊才有要相信，这对因来讲是足困难。去相信讲这世人会当搁活，这个上帝搁会当用伊的话来道成肉身，这对因来讲理性思考是无可能啦，保罗讲我无掠做福音做见效，是讲做愚妄的代志啦，所以保罗伫另外写互哥林多教会
批信的中间，伊也有讲到吼。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23节，伊讲犹太人需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讲真清楚啊吼。但是伊所传的，我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却是看为愚拙的哈。所以伊的安尼的基础，也无管伊会甲罗马教会的遮的外邦的基督徒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啊，就是咧讲咧反驳遮的错误对福音的误解，所以伊就爱继续来说明啦吼，来说明福音是啥物货，伊就搁继续说明，就讲福音是上帝的大亏力。啥物叫做上帝大亏力？上帝大亏力就是来赢过死荫，赢过死实，赢过阴间的权柄。即句话讲，十架恩典，耶稣基督的国话，毋是牛王，颠倒是透过安尼来展现上帝的大亏力，就是讲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实践了啊，这叫做大能啦吼。那上帝会当做的人嘛会当做。安尼无算啥物有亏力啦吼，所以伫安尼了解中间，咱就看见讲，保罗共款嘛，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的中间，伊安尼讲，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啊。所以，这个经文就会当来说明保罗所宣告的讲，福音是上帝的大亏力，这种的神学的思考，伊用着安尼来讲，就已经足清楚啊啦吼。第三个，这个福音上帝的大亏力，为着要来救一切相信伊的人吼。牧师常常爱引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啦吼，咱拢真熟吼，咱拢真熟。但是伫这内底，咱若去斟酌去思考是，有足侪的物件需要咱去来了解、来分析，甚至去深深来相信的代志。讲神爱世人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了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哈。经文中间虽然咧讲到所有的人，所有相信的人拢会当得救，但是这个中间有另外一个条件叫做相信哈。所有的人爱搁加上相信，伊才有法度得救哈。我嘛常常咧甲咱讲，亲像有的人咧挑战我讲，哎呀吼，诸侪人拢做足侪好事啊，因敢会当得救，因敢会当入天国？那照伫这个约翰福音14章的讲法，照伫约翰福音第3章的讲法，我认为无可能啦吼，伊毋捌上帝，伊毋知影即条路，伊无可能去到伫迄个得救的路吼。因是有伊是一个好的人的关系安尼吼，所以得救是因为相信，毋是因为家己，毋是家己做偌济好事吼。做好事得救，这一个叫做因行称义。保罗所咧强调是因信称义，这个是无共款的。只要你相信，你就会当得救。相信对于罗马书，咱来搁来接续咧去看到，对于第9章、第10章，伊就开始咧讲这物件。伊讲得救是啥物货？就是嘴承认，心相信，好，这咱就知影哈。腓立比书第1章28节咧讲，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了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上帝哈，所以得救是出自上帝，毋是出自人的行为，也毋是出自人的溃烂哈。就好咱亲像讲上帝遮尔疼世间人啊，因为安尼将伊的救恩赏赐互咱啦哈。咱搁来看到讲救恩的一致性啦，保罗伫遐强调讲，无论是甚物款的人，
对犹太人到希腊人对上帝的面头前是无差别的我嘛捌甲咱讲过，讲古早伫即个黑人的奴隶还未开放进前，遐个奴隶上爱就是礼拜日，因会当甲因的主人共款，伫礼拜堂内底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伫遐唱歌讹乐上帝，伫上帝面头前，迄个是一致的因平等的所以咱讲救恩是一致的，无有差别，无啥物人的救恩得较济所以上帝的恩典，迄个救恩是永远无改变，嘛无有差别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更较是咱咧讲的公义的上帝罗马书第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当咱愿意相信的时候，就白白的称义了你不需要付上代价。为什么不需要付上代价？不是没有代价，只是那个代价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咱就直接领受到这个咱咧讲的礼物啦好，过来对17节来讲上帝的公义啦咱有几个面向来看上帝的公义咱讲公义甲上帝的公义其实是有一寡咱咧讲了解上会无共款啦上帝的公义就是爱用上帝的眼光来做判断的标准啦所以咱讲爱有正直，还是讲即个共即个字会当翻译做即个好的品德，还是讲有道德啦过来第二个就是伦理顶悬的问题，这是第二个面向所以希伯来文非常强调迄个伦理的意涵伫内底创世纪38章26节讲，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所以伊比我较有义，这个义嘛伫伦理顶悬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标准伫迄个哈马甲犹大的故事的中间咱就知影过来就是甲上帝的关系啦就是讲，亲像新的诫命讲，恁着爱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就是义当咱愿意对上帝来去行的时阵，这就是义义是咧代表人甲上帝的关系。咱甲上帝有四正正确的关系，就代表人有上帝的公义。迄个四正的关系包括咱有甲上帝透过灵修维持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包括咱愿意照上帝的标准来做代志，毋是照咱的想法，我们的要跟不要去做代志。好，咱参像伫米迦书第6章第8节，先知所提醒的，伊讲：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新拉加巴特翻译这句话讲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对英语来讲 ，through faith for faith 就是讲，咱正着安尼爱活出迄个咱认为上帝爱咱做的一个标准，这个行为所以，因为上帝的义伫这个福音的顶悬来显明咱着爱本就是讲。照着这个信仰的基本来追求迄个信仰所以圣经就是安尼咧甲咱讲所以上帝的义就是家己显明毋是借着人的行为。伫这个创造的中间咱连面讲着较后壁才会讲着，透过上帝的创造咱看到咱证明上帝气力显现伫迄个内底，所以显明了上帝对人的信息甲恩典。那上帝
互亚当会当住伫迄个埃甸园共款，对伫伊创造内底显明上帝的存在，显明上帝的作为啦吼。个第六就是因为相信来得到活命吼，就是咱咧讲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吼。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有人因为相信，就会当称作上帝的囝儿；因为相信，就会当得到救；因为相信，上帝称咱做义人。哈，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义人因信得生了。哈，所以咱因为安尼相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予咱迄个永远的性命。伫这内底，就是咧开始咧讲到迄因信称义的概念伫内底吼。保罗伊引用这个亚伯拉罕做例啦吼，伫罗马书第4章，咱后面就去讲到17节到25节的所在，就讲到亚伯拉罕互上帝呼召的时阵，伊并毋捌上帝，伊嘛毋是讲行为偌好的人，而且伊阁是一个罪人。上帝就因为伊愿意军队回应呼召，就算伊做义吼。经文安尼讲吼，这较长啦吼，我小读一下。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里面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同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哈。这第18节牧师小可解说一下啦吼。当伊还阁伫无梦的时阵，就会通做安尼讲真济国的老爸吼。这个没有指望是咧讲什么话？这个是咧走去啊。这个指望是咧讲什么话？这个指望是咧讲到伊家己的困难。伊家己的困难是啥？因为他没有孩子，不能生育。咱会记哩，伫创世记12章咧讲到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已经75岁，伊无囝，但是上帝竟然应允伊做多国的老爸，伊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共款。所以这个没有指望是在指他的困境啊，伊的困境。甲上帝应允是要来解决伊的困境，并且互伊来得到福气。多国之父跟无子，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境况哈。所以咱大概知影伊的代志哈，就是说伊受呼召的时阵，伊是没有指望的哈尾有指望，是因为可以做多国的父，就是上帝要赐福伊安尼哈。所以19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是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为信心而得到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他为义哈，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而是为了将来算为义的人写的，包括咱在座的每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要叫我们称义哈。所以保罗伫遮这个因信称义的思想的已经足真清楚，伫这个所在开始咧传达啦吼。所以因信称义对咱来讲，特别是咱这个礼拜日是咧纪念迄个宗教改革这个马丁路德伊所主张的，也是保罗所咧讲的因信称义。所以伫马丁路德的军队遮了后，人就叫因 Lutheran Church 也是讲叫做信义会，迄个原因就是对遮来好，第8项就是讲不义的
出发啦哈，伊讲18节讲，原来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只阻挡真理的人啦哈。不义就是咱知影，甲上帝无好的关系嘛吼，因为义人就是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当然相对来讲就是安尼，无去追求上帝的真理，无追求伊的诫命吼，咱知影这就是相反啦吼。这些人不是没事啦吼，就是讲是到落尾会去面对上帝的判断安尼吼，所以讲上帝已经赐下他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安尼吼。好，这是16节到18节的经文啦吼。佮接续咱要来看这个对19节开始的经文吼。我来甲这个摕出来吼。好，过来后壁这个段落是对第1章19节到3章的20节啦吼。咱咧讲这个大的段落叫做律法的失败。什么叫做律法的失败？咱若拄则讲的迄个前言吼，叫做救恩诚意嘛吼。你承认救恩，你就去互上帝称作义。律法的失败就是讲你想要用律法，想要用好的行为，等到互人陷入伫迄个律法的罪内底安尼吼。这大概是保罗所要讲的部分啦。咱今仔日无要讲甲遐尼长咯，嘛讲袂完吼。那我尽可能赶紧来甲这个19节以后来小可甲大家来分享啦吼。好。伫即个内底，咱有看到讲，保罗甲这外邦人来讲，要讲到讲，因外邦人无有上帝的启示，但是因相信自然的法则甲理论啦吼。有真侪伫美国这无神论的人，因讲吼无有上帝，只有自然论啦吼。因讲自然论吼，自然存在的律。其实这句自然存在的律咧讲什么人？圣经怎讲？上帝交代摩西去甲以色列人安怎介绍伊家己？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吼。伫迄个自然的后壁有一个咱讲立理者、掌管者、管理者、创造者吼。这是咱对伫圣经咱讲基督信仰的一个理论吼。好伫这中间，咱会看到讲保罗嘛伫咧强调这个代志啦吼。咱嘛知影伫这个伫写作的中间有真侪保罗所使用的希腊式甲罗马式，特别是希腊式，咱咧讲即种咱咧讲真辩论式的即种记载教导，甚至是讲宣教的讲章啦吼。伫这个咧辩论的这中间，咱会当看到真侪这个保罗伊的用词就真严格吼。伫神学研究因讲叫做谩骂式的一种词句啦吼。伊就是讲伊用安尼咧辩论，计像咱讲脸红脖子粗安尼咧辩论安尼啦吼。伫即段内底嘛有一寡较特别的，就是我小可讲出来。因为这爱对希腊文去了解，你才知影讲伊的迄个押韵吼，文字游戏的部分。咱今仔日参加这个弘扬牧师娘的这个个别礼拜，也看到伊的查某孙仔伫英国伊写的迄个诗，都有真侪迄种押韵吼。迄个诗本身就是一个文字游戏的作品啦吼。所以伫保罗这中间，咱会当看到吼。这个伫希腊文吼，后壁这个字叫做 n 啦吼，英语的 n 啦吼。你来看这个叫做 an， 这叫做 on， 吼，这 en 吼，所以伊有迄种 n 咧尾韵吼，安尼吼。这是 ous 吼 ous，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咧说明，就是讲伫即内底，你若照伫希腊文去看的时阵，
你就会当看到伊有用即种希腊式文字的创作吼，这无要紧，这甲咱了解罗马书无关啦吼，不过就是讲，我嘛伫即个咧查希腊文圣经的中间看到这互大家小可了解者安尼。好，咱拄则有讲到即个18节即个部分吼，咱就大概就知影是讲，保罗要伫即个所在来甲咱讲，就是讲上帝对伫迄个甲伊离开背叛的人，伊将来会用伊的即个受气来甲因回应安尼吼。18节我拄则讲到，就是伊会当放伫头前第1节到18节，嘛会当放伫后壁18节接后壁吼，就是后壁咧讲着律法的失败吼，律法的失败好。即内底较特别，我搁加添的资料，就是讲，咱去看到遐行不义的人，就是阻挡真理的人。啥物人是阻挡真理？就是你家己拒绝相信的人。毋但呢，你搁去阻止别人相信，或者是讲你去甲人安那带了毋对路、毋对方向吼，像拄则咧讲即个东方闪电遐个人共款安尼啦吼。好，咱看19节啦吼，伊讲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吼，所以有诶圣经学者会甲18节放伫后壁段，是因为遮个有一个字啦，因为吼遮伊有一个头前诶物件，才会讲因为吼，这代志上帝会去处罚遐个阻挡真理诶人吼，因为上帝对伊有显明伊本身，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称做会认捌才对啦吼。好，上帝对因有显明伊本身若安尼，即个话，即个对象真有可能是犹太人吼。因为上帝对因有显明伊本身嘛，因是受呼召的一群人嘛吼，所以人所会通知的代志吼，咱咧讲啥物代志拢会当防知吼。伫19节咧讲是上帝的代志吼，是上帝的代志，讲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才对。这就当然咱知影，这是针对伫犹太基督徒来讲吼。但是对因来讲，应该是爱真简单、真明白，但是因却选择无相信啦吼。对于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气力甲神性，虽然肉眼看袂到，毋过通过受造的物会当看清楚，所以因拢袂当来甩责任啦吼。创世以来，就是咱讲世界的基础吼。咱头前嘛有讲到上帝迄个创造吼。马太福音25章34节那记载讲，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父赐福的，可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吼，所以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上帝福音伊的救恩，毋是对耶稣基督开始。是对创世的时阵都已经准备好的，所以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就足清楚哈。咱若倒转去看到约翰福音第1章，约翰的信号就足清楚的讲，道成做肉身，这个道就是上帝，是伫起初就已经甲上帝三甲伫地。这嘛足清楚，迄个救恩毋是对耶稣基督开始，是对伫创世以来就已经有啊。马太福音第10章第6节，耶稣基督咧讲到摩西律法的时，讲到这个修书的时候，嘛讲到创世之初就是讲伊嘛带咱倒转去伫迄个上帝拯救的计划内底，伊讲。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上帝一旨意伫迄个时阵就已经拢显明了，所以创造之初是咱一直爱倒转去的一个思考，
因为救恩毋是伫新约时代才开始，救恩嘛毋是伫罗马，也是对耶稣基督才开始的吼。好，上帝救恩也是讲上帝本身，看起来敢若亲像稳重，因为看袂着吼 ，invisible 吼，就是讲互人袂当看见的吼。但是呢，透过伊的气力、伊的神性所创造的，互咱看会着吼。上帝本身、上帝的神、上帝的气力是看袂着。你若照着即个希伯来文咧讲着上帝的神，叫做风，叫做空气 ruach， 迄是看袂着的吼。好，咱亲像咱讲哦，风咧透，你也看袂着风啊。你若知影风咧透，因为你看着啥？看着树仔在摇，你有感受着风在甲你扇。吼，你开车时会响一下，你有去感受着，但是风本身是看袂着吼，迄个气力嘛是看袂着，但是咱感受会着啦吼。所以上帝大气力是虾米货？上帝的大气力就是讲，伊透过耶稣基督来使搁我显明伊的气力，使搁我即个物件来显明看袂着的神性甲大气力。透过上帝的创造，伫所有的创造物的中间，咱嘛看见上帝的气力，伊的创造的气力。咱虽然看袂着伊本身，但是透过上帝的创造，咱知影上帝伫迄个所在。大自然无可能家己存在吼，无就是讲有一个背后的创造吼，这是对咱信仰的角度来了解。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气力是永远的吼，是永远的。所以上帝的权柄甲气力，照伫伊所创造显明出来了后，咱会当看到即个真重要的事。但是对新约圣经讲到即个永远的 eternal， 即个字只有出现伫两位，就是今仔日即段的圣经，甲伫即个犹大书第6节吼。圣经的记载讲，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待大日的审判。咱定定咧讲到天堂，另外一个方面，前无偌久，咱嘛讲到即个列撒罗甲迄个有钱的人伫地狱。到底即个地狱甲天堂的差别是啥物货？咱人类拢会去想象啦吼，就有人甲天堂画甲讲金碧辉煌啦，有宝石啦，有黄金啦吼，什物黄金铺做地板咧行啦吼，安尼啦。地狱就画做讲火咧烧，人也真痛苦，安怎安尼啦吼。当然啦，照着圣经一寡描写，检采亲像安尼吼。但是咱若对信仰的角度去思考，天堂甲地狱的差别是啥物？天堂甲地狱的差别就是有上帝无上帝啦，吼。天堂就是讲，咱会当倒转去甲上帝永远吼，咱讲啦，永远徛起。地狱阴间就是永远无甲上帝做伙，所以家己都爱去面对所有的苦难，吼。这是天堂简单，咱来甲分别大概甲这个阴间的差别吼。所以咱会看到讲，迄个永远的概念，就是咧指着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吼。这个概念的显明吼，就是亲像彼得伊的信仰告别啊，你是基督上帝的囝吼，永生上帝的囝安尼吼。这是一个神圣的个体甲存在吼。哥罗西书第2章第9节讲，因为神本身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的吼。所以上帝本身一切的，就带伫迄个耶稣基督，互人看会到的。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咧讲的，道成做肉身，无形的进入伫迄个肉身内底，互人看会到安尼吼。所以
咱应该会通清楚看见，上帝宽屏能力不但会当听见，阁会当清楚互咱看见。就是讲，咱袂当阁有借口讲啊，我毋捌啊，我毋知上帝伫倒位啦吼。也是讲，亲像大笔的西面，当伊伫迄个苦难的中间，伊就开始喊休讲啊，上帝啊，你伫倒位啊？别人拢咧笑我讲上帝无伫咧啦吼，等等这的。保罗讲无阁有借口。当咱相信上帝的存在的时阵，就无阁有借口啊！吼，21节，虽然因虽然捌上帝吼，也无尊重伊做上帝，嘛无甲伊感谢，伊的思想反倒变做空空，心思愚妄，充满黑暗吼。这个因真有可能咧讲到罗马。或者犹太基督徒嘛，阁真有可能咧讲到罗马的外邦人吼。咱就知影保罗伊特别针对外邦人吼，所以无论追求任何宗教的人，因拢知有上帝的存在。除非伊讲无神论啦吼，无即个世间无上帝啦吼。但是大部分的人拢咧追求一个神，也是讲真济神，伊拢知影讲有神明，也是讲上帝的存在。所以逐个人拢咧追求无共款的物件啦吼。所以大部分的人否定创造主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因无愿意敬拜，无愿意归荣光互上帝，因甚至无愿意献上感谢，因为因宁可去看到遐看会到的形象，虽然因知影讲迄是人手所刻的，伊嘛知影讲伫危难的时阵，你着爱去保护伊，爱去救伊，但是因宁可相信迄看会到，嘛无法度去接受着。看袂到，但是有宽屏实际存在的上帝，所以这个人都无归荣耀互上帝吼。所以会通归荣耀互上帝的人，基本上就是领受并且接受上帝当做家己救主的人。吼，安尼的时阵，伫迄个伫，亲像咱咧讲即个基督教的信仰。迄个根本就是迎神悦人，伫即个所在就甲咱讲啊吼，咱袂当成做迄个无归荣耀互上帝的人。过来伊讲因无要感谢啦吼，希伯来文伫感谢甲俄勒其实是共一个字根啦吼。希腊文的感谢也有翻译做唱的意思，嘛是俄勒的意思啦吼，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一个基督徒受竞选、受呼召，就必须爱感谢，无论透过感谢的咱讲奉献也好，也是透过咱的性命的娱乐也好，就是要归荣光互上帝吼。这是基督信仰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嘛吼。伫即内底讲思想愚妄吼，心思愚妄，中文咧讲着讲心智暗昧吼，意思讲因的迄个心内的思考是一点仔意义都拢无安尼啦吼，所以因拒绝去荣耀上帝，因拒绝去献上感谢，因所想的拢是一寡无意义的即个做法吼。22节讲。因自称聪明，其实是愚妄。咱头前咧讲着，讲对伫十字架的救恩，有个人认为讲这是愚妄的，实在是上帝的智慧。正会掠做家己聪明的人，其实是愚妄的。这是保罗用这个哲学思辨在讲的一个物件啦吼。因掠做家己是聪明，来拒绝也是否定十字架的救恩，但是事实上因是愚妄的。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19节，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伊嘛讲，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哈。这个讲着哈，所以亲像经上所记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哈，这是。当你无愿意用上帝智慧去思考时，这个智慧就会离开你安尼啦吼。好，23节，因无将阳光来归互未死
未死灭的上帝，反倒当去拜会死灭的人，陪鸟禽兽虫拖顶的像吼。所以，搁一届咧强调伫头前遐个物件，就是讲因无愿意来归荣光互上帝吼。所以神学家因来讲，这叫做被交换的荣耀啦吼。啥物叫做被交换的荣耀？就是讲概念中观，咱受呼召得到救恩的人，就是爱归荣光互上帝，却将这个荣耀归互遐个手所做的偶像，被交换的好。好，那亲像有进前有一出美国人拍的片吼，迄个片叫做《被出卖的台湾》啦吼，就是讲，咱伫迄个伫信仰的追求的中间，咱需要归荣光的上帝，颠倒咱拒绝，所以甲即个交换吼。对永远上帝交换去互即个偶像吼，即个交换就好，咱亲像咧讲的，出卖着灵魂，将灵魂抽出来，无甲上帝相甲斗阵，咱就无法度来甲上帝下面头前来领受伊即个以马内利的祝福。所以无敬拜永生的上帝吼，无归荣耀吼，敬拜甲即个归荣光伫翻译的顶悬，伊当做一个共款的概念嘛。咱看，即个现代中文译本也来讲吼，不敬拜永生的主，台语讲无将荣光归互主吼。所以即两个伊是家己翻译做共款的概念啦吼。归荣光献上感谢，就是咧敬拜永生的上帝。所以保罗强调就是讲，上帝是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永远将来也永远拢存在永生的上帝。咱必须爱成做一个受呼召的人，甚至还未认捌伊的人，就爱来去追求、来认识、来去学习敬拜，爱归荣光来伊的性命。咱知影当初时罗马人因学习迄个希腊的刀神的崇拜吼，因拒绝接受永生上帝去敬拜偶像吼。偶像是啥？咱知影伫迄个希腊罗马时代因真正是看到啥就拜，敢若亲像咱台湾人共款，含迄个树仔大丛嘛会当拜石头大粒，嘛讲伊石头神即个古早灶骹爱香火，定定香袂着，着甲拜灶神吼，互伊煮菜会当顺序等等遮的吼，咱就知影讲，即个偶像吼，即个偶像对当初时的人来讲是足严重的，对台湾人来讲，对现代人来讲嘛是安尼吼。咱知影偶像的概念就是讲是人的崇拜、动物的形象，甚至咱讲色情的游戏。甲错乱，也是讲咱咧讲钱财的游戏等等遮的，这拢是偶像这拢是偶像吼。伫即段我有找几个即个相关的经文，互咱来看吼，就是讲诗篇106篇20节讲，如此将他们荣耀主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这就是叫做被交换的荣耀咱伫其他经文的中间也看会到。亚利比书第2章11节讲，岂有一个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咱看到亚利比先知的时代，以色列嘛安尼做。咱搁往前来看，申命记第4章。对15、19、18节，伊讲，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这里讲到无形象的上帝，唯恐你们败坏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是地上的走兽的像，或是空中飞鸟的像，或是地上爬物的像，或是地底下水中鱼的像这就是咧解说这嘛咧讲到迄个代换掉的荣耀啦咱这几个经文互咱做参考啦好。
罗马书第1章24到25节咧讲到，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直到彼此吞达家己的身体，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的真理，因敬拜服侍被造物，无敬拜迄位造物主，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阿免吼。好，咱看着讲即个内底，上帝处在因去哦，吼，因为因欲望，上帝互人有自由意志，互咱家己去选择，吼，有的人宁可选择迄个人的手所雕刻偶像，亲像咱头前讲《申命记》所咧讲的这个吼。特别伫这内底咧讲到罗马时代迄种的性的犯罪吼，咱若准对迄个考古学来看吼，伫迄个时代，因有足济迄种公共的业池，甲迄个咱讲迄个妓女的即个问题，甚至有即个同性的欲望遐的物件，伫台语咧翻译讲是无清气。中文现代译本讲是下流吼，就是讲无下伫上帝旨意者的代志吼，因当时伫迄个欲望内底，也是咱讲这拢是因的偶像啦吼。因对心底吼内底的欲望吼，心内犯罪，亲像耶稣基督讲，看到一个妇人人，你着动邪念，这就是犯奸淫啦吼。所以伊嘛教导古井边撒玛利亚妇人人要敬拜上帝，着爱用心灵甲诚心，对心底吼，对心底，心虽然看袂到，却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所以对伫申命记第6章咧讲到，也是讲新的诫命讲，全心全意，就是咧讲一个人用全部的性命来听上帝，来服侍上帝吼。过来咧讲到麦拉三，中文咧讲玷污啦吼，台语咧讲到地教来吞达家己的身躯，就是讲，互家己的性命变成做一个贪欲。无下伫上帝的圣洁的形象，就进入伫迄个罪的迄个落古门仔内底安尼吼。所以圣经常常用奸淫即个概念来形容人甲上帝三离去敬拜偶像，对婚姻无重视的人，共款即个概念啦吼。好。上帝的真理变成做白贼啦吼，白贼咱知影就是讲，遮咧讲的就是迄个偶像啦，还是假神啦吼。伫保罗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培训的中间讲，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这就是咧带咱倒转去伫18节咧讲的，互咱脱离迄个上帝将来受气的判断，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的经文、第10节的经文所讲的吼。另外，咱伫迄个耶利米书，我看一下，伫耶利米书13章25节到27节，安尼讲，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倚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之事，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嘶吼，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等到几时呢？”好，咱需要解说耶利米这段经文啦吼。伫这个中间咧讲到犯奸淫的4个人是啥物人？伊讲耶路撒冷，吼，耶路撒冷咧讲啥物人？咧讲到以色列的族群啦，吼，所以咧讲到一大群的人。好，伊是讲伫田野的山上行淫，咧讲啥物话？
咧讲着因伫山顶起做迄种山头弹伫遐敬拜偶像，所以伊用即个咧表达的，就是讲因用安尼来离开上帝的荣光，来离开上帝的公义，来离开上帝的即个圣洁吼，诚做一个污秽无清气的人。因为因放弃上帝的真理，进入伫迄个白贼的中间啦吼。咱就感觉足趣味吼，永远我的上帝因无要敬拜吼，创造者因无要敬拜，却去敬拜迄个受造物。拄则咧讲天顶咧飞啦，地上咧爬啦，伫海咧游的啦吼，等等正遐的形象啦吼。伫经文的上头尾遮咧讲着讲，上帝是迄个永远值得阿乐的吼。伫原文希腊文的圣经，你若照一字去翻译吼，咱看袂到即个阿乐即个部分啦吼。颠倒看到一个被祝福的即个字出来吼，被is blessed 即个字吼 ，Who is blessed forever 吼，即个这是希腊文原来的字的意思吼，但是规句甲斗做伙的时阵吼，就会当翻译做讲永远值得阿乐吼，那可称颂的上帝吼，所以因着放弃上帝的真理，来离开迄个永远值得阿乐的上帝，却去拜即个被造物。被造物包括人本身，被造物包括人手所刻的偶像等等遮的吼，这就是因的问题啦吼，所以保罗咧写这个批信互罗马教会时阵，咱就会当开始看到，准讲保罗了解的罗马教会因的问题到底伫倒位吼，所以咱会当伫遮大概有一个概念吼，后摆咱就要来讲到对即个26节到第32节即个部分吼第一章后一摆咱就会当结束安尼啦吼。好，今仔讲到遮，有啥物问题要问问，还是有要分享的无？有无？好若无咱就要来结束啦吼真多谢咱今仔日有真侪兄弟姊妹去参与伫即个牧师娘李凤阳牧师娘的个别礼拜，我相信会当带来互因家属真大的安慰啦吼。咱对伫即个个别式的中间嘛，搁一摆来思考咱的信仰吼，倒来反省咱的信仰伫咱暂时行骹的所在，咱要安怎伫有限的生命中间去追求迄个永远的活命这就是咱伫人的生甲死的这中间，也互咱有即个机会，搁一摆来反省思考的即个部分安尼吼。嘿，好，今仔到遮，咱是毋是请朱分长做咱的祈祷来结束？朱院长老有没有听到？请你带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来感谢，谢谢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我透过这牧师，互阮透过罗马书保罗所写的遮话语，搁再一摆，互阮会当来传看你的话，主阮感谢你，今仔日阮来参与这黄阳牧师娘个别事，搁再一摆来思考主上帝你的救恩，阮在世间的日子，毋是真正的中间。就恳求你，互阮更较有气力来继续来跟缀你，服侍你。主阮感谢你，你所赐的救恩，
互阮一世人爱特别来珍惜啊，互阮在有限的生命中间会当努力打拼来服侍。祝阮感谢俄罗斯啊，阮结束的时阵，阮着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阿妹，阿免，多谢牧师。等一下吼，我大家晚先关安掉即个。